劉邦其實係個陰險狡詐嘅小人。楚漢訂立鴻溝之約之後，不出2個月嘅時間，就又組織咗韓信、彭越、英布3路人馬一齊會合，由韓信統領追擊項羽。韓信將全軍分成10隊，佈置10面埋伏，4環接應，將項羽圍困喺垓下。項羽嘅人馬少，糧食亦都好快就食完咗啦。佢想帶領一支部隊衝殺出去，與漢軍決一死戰。但係劉邦同埋諸侯嘅人馬多如蟲蟻，將楚軍包圍得密不透風。項羽打退一批，又嚟一批，殺出一層，仲有一層。呢度仲未殺出去，嗰度嘅漢兵又圍咗上嚟。項羽一見無法突圍，只好帶兵翻到垓下大營，吩咐將士要小心防守，準備睇準機會再出戰。呢一晚，項羽進咗營帳，心事重重，愁眉不展。項羽嘅妻子虞姬見到佢悶悶不樂、一籌莫展嘅樣，就陪伴佢飲酒解悶。到咗3更嘅時候，只係聽得一陣陣西風呼呼作響，風聲裏面仲夾雜住歌聲添。項羽側耳仔細一聽，歌聲係由漢營裏面傳出嚟嘅，唱嘅全部都係楚人嘅歌曲，唱嘅人亦都好多。項羽聽到4面8方到處都係楚歌，不覺一下子就呆住咗啦。佢諗，唔通劉邦已經打下咗彭城？點解漢營裏面有咁多嘅楚人喺度唱楚歌呢？項羽聽住聽住，就抽出隨身帶嘅寶劍，輕輕咁樣彈撥住劍刃，隨口唱起一曲悲涼嘅歌嚟。歌嘅大意係：力氣大得可以拔到一座山，氣魄大得可以壓倒天下好漢。由於時運不利，烏騅馬唔肯向前跑，馬兒唔肯跑，有咩辦法啊？我應該點樣做啊？項羽一連唱咗幾次，虞姬亦都跟住唱起嚟，歌聲凄涼，如泣如訴。旁邊嘅侍從亦都傷心得抬唔起頭。呢個時候，虞姬為咗唔拖累項羽突圍，自刎而死。項羽悲憤萬分，抱住虞姬嘅屍體痛哭不已。